日本澎哥糖專賣店社長池田橋俊甲大糖董事長吳明昌的第一擺見面會，雙方切講前一暗失眠，來凸顯雙方看重的程度。現場大糖拄仔定製社長舉辦的節目等歐米亞給來燒送親化情誼。社長嘛回送大糖 No.1 的澎哥糖，期待予更較儕人品嘗台灣限定版本的甜蜜傳奇。僕にとってタイタンの砂糖，我可以從這個砂糖裡面感受到這個80年左右的歷史，還有感受到大家對砂糖的愛情。我可以跟台糖的砂糖相遇呢，我覺得這是支撐我繼續做蘋果糖下去的力量。這個要到回日本的時候，帶了相當多被誤認為是毒品。哦，在台灣也好，在日本也好，但是它打開來是台糖的砂糖，那這樣造成就讓台灣知道，我們這是個寶，隱形冠軍的東西。那個他得到台灣人的肯定，也得到日本人的肯定。那我想，這是我們台灣的驕傲，也是我們台糖的驕傲。在我當來每一天製作澎哥糖的池田橋俊嘛當中，用伊認為上會當凸顯澎哥清甜的大糖砂糖來製作示範，當然嘛因此爆發日前大量採購被海關認為是白粉的意外插曲。這擺雙方會賓嘛意外將清開砂糖保證包裝再次展現，相當趣味。雙方見面嘛，希望進一步合作，將大糖100年傳承的糖業結合社長的職人創意，共同將台灣特有的甘蔗風味送向國際。台南新聞郭文吉採訪報道。